世界宣明會邀請全港學校師生一同參加學界基緊活動，當中包括唔同嘅工作坊以及體驗活動，藉此讓學生對貧窮議題有更深認識。因為我哋學校咧係好着重咧透過一啲嘅體驗活動俾小朋友啦，咁經過佢哋嘅體驗咧係可以觸發到佢哋一啲嘅思考，希望佢哋去真係親身去經歷嘅時候咧係引發到佢哋個行為嘅改變會係更加到位啦。好似你哋嘅良心炮仗廠啦，真係刻意去營造一個比較刻苦或者係比較惡劣嘅環境，去俾小朋友體驗呢個嘅童工。咁其實小朋友正正自己親身經歷過啦，與其我哋硬班班話俾佢知，哎呀世界上好多人啊，好辛苦㗎，冇你哋咁幸福。咁其實佢哋可能只不過係淨係得個資訊喺度。原來個世界咧有好多人嘅生活環境啊，佢哋嘅遭遇咧，其實同我哋喺香港嘅小朋友好唔同啦。咁我希望呢個活動可以擴闊佢哋眼界啦。我哋咧希望學生咧透過呢一個活動咧，讓佢哋可以咧親身咁樣體驗全球貧困嘅情況，亦都咧讓佢哋咧去了解一下世界咧資源分配不公嘅情況啦。希望學生咧能夠學習珍惜同埋感恩。學界基緊活動唔單止讓學生了解貧窮人嘅需要，感受飢餓嘅滋味，更希望藉此讓佢哋對自身嘅生活態度作出反思。有一個活動都係講咗佢哋咧，有時就係食嗰啲番薯葉啊嗰啲，根本填飽個肚而餐又冇營養啦。呢個時候，我諗起貧窮嗰啲小朋友，有時連麵包都冇得食，好可憐。相比我而家喺香港，每日都可以食得好飽，覺得好幸福。我覺得我哋應該需要盡力咁幫助佢哋。我覺得佢哋嘅生活係好艱難，但係我哋喺香港嘅生活就好幸福。我哋要珍惜自己擁有嘅一切，並分享俾有需要嘅人，唔好浪費。全球每日有超過7億人捱肚餓，即係每11人就有1個人冇足夠糧食。鼓勵全港學校師生一同參加學界基緊活動，一同回應世界嘅需要。齊關心，齊分享，齊關